平安，早安，早，平安。哇，感谢主哈，我们就是想要安，对吗哈？我们人就是想要有能够安身，能够安心。好，这是我们遇到危机处理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哦，哈，就是有二安，有二什么？哎，等一下会来告诉你们哦。还有一个二什么？这是军队中遇到危机的时候 SOP 啊，所以我们至少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神的殿中，我们有二安哦，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安心，能够安身，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神。这一位是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就为我们预备哦一切够用的恩典哦。来，谦卑自己，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敬拜我主，举起双手，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举起双手，谦卑自己，敬拜耶稣，谦卑自己，敬拜我主，谦卑自己，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倾心祷告，倾心祷告，来敬拜耶稣。倾心祷告，敬拜我主，倾心祷告，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屈膝跪下，屈膝跪下，来敬拜耶稣，屈膝跪下。敬拜我主，屈膝跪下，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举起双手，举起双手，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敬拜我主。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来敬拜我主，举起双手。敬拜耶稣，敬拜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有手的，好不好？来，现在像音乐牧师一样这样子，好好看你的手。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靠这一双手站立起来。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这双手。自从钟贤哥脑溢血，他的右手没有办法动，到现在只能微微的肩膀动，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手掌拿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要感谢神，是吧？当然，钟贤哥也要感谢神，因为他至少还有左手，即便我们没有手，我们还有一口气在。阿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哪有不举起我们的双手？举起双手的意义有：主啊，你来。有很多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但主，我也愿意顺服你。如果你要我起来做什么事，主，我愿意。敬拜就是我愿意，主，献上我自己，让你来带领。献上我自己，即便我多么的不愿意，即便环境怎么否定我，即便我内心有太多的挣扎纠葛，但主，只要你说起来，举起你的双手，
来跟随，来敬拜就对了，好不好？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敬拜我主，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举起双手，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举起双手敬拜我主，举起双手来敬拜耶稣，敬拜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来邀请你继续来举起你的双手，我们用举起双手，我们来读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大声来赞美这位神。来，上主啊，我要一心颂赞你，我要宣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乐歌唱。至高者啊，我要颂赞你的尊名。你一出现，我的仇敌就退避，他们都扑倒灭亡。你坐在宝座上施行公义的审判，你为我伸冤，维护我的权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就像小孩子，当我们要仰望我们的手，说阿爸阿爸，爸爸我要那个，我要这个，主啊我不行了，爸爸你救我。我们哪有不举起双手来仰望这一位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哪有没有的？我们就是热切，我们来敬拜我们这位神，好不好？我们就1、2、3，一起来敬拜，举手来赞美我们的神，用我们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1、2、3，来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能够有手。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有仰望的对象。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这位创造天地伟大的主。主啊，我们更知道，竟然你就在我们的内心，这么微小。主啊，我们是有限，会毁坏的。主啊，我们诗人说我们如草如花，但是主你却是看重我们。主，谢谢你，我们微小的人，主，我们能够举起双手，甚至我们垫高我们的脚，我们举起双手说阿爸，主啊，你是这一位爱我的，主啊，你是这一位愿意拯救我的主，主啊，你是这位一出现我们的仇敌就退避的主。主，我们哪有不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你？主啊，哪有不举起我们的双手来匍匐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再一次，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的主在乎你所在乎的，因为他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读经。上主是被欺压者的避难所，是他们及时的堡垒。上主啊，认识你的人要依靠你，你不撇弃寻求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些，还有说不出来的这些，即便在微小，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他都知道，他看重，好不好？如果你有刚才音乐牧师说的这一些，或你说不出口，但你可以站起来，我们有牧长到你的面前为你祷告。如果你只想单独会主，单独到神的面前都没问题，我们的主听见，因为他乐意，他也乐意安慰、扶持、带领、引领我们，好不好？
如果你有需要，请你站立起来。那么我们就一起奉主的名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1、2、3，有需要请起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主啊，你看见人，主啊，你在人的内心，特别是在人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早就呼召人，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主啊，我们今天不会打开我们的电视、我们的荧幕，我们不会在这个线上。主啊，不论是谁，主啊，这凡有气息的，主到你的面前的，此时此刻，主你都听见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看重我们，因为主你早就已经预备那够用的恩典。主啊，你说孩子，即便你不认识我，即便你甚至怀疑都没有问题。主，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在乎。主啊，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们；何等的恩典，你竟然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因为本来是我们该死的，我们是不配的人，你竟然看我们为宝贝。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医治者，你是拯救者。主啊，你是我们避难所。主啊，你甚至主你主动介入。主，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担不起的重担，你跟我们一起担。而且主，你有能力帮我们，跟我们一起度过那个难关。谢谢你，你是那完全的医治者，你是那负伤的医治者。谢谢你陪同我们，你永不放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为主日来守望，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请。使我能站在耶路撒冷人面前，向他们宣扬我颂赞你的一切事。我要因你救我而欢乐。上主啊，求你使他们委屈，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必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过是必死的人，我们呢也跑不掉，我们也是必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必死的前面下，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选择来到神的圣殿，何等恩典，好不好？我们跟神要保持有很好的关系，那美好美妙的关系。我们也为今天传道部部会青年关怀的活动，保守他们出入有平安，在大自然当中，在与人相处当中，经历这位神的爱。也为这个礼拜有总聚，求神来掌管。跟我们有一个祷告见证会，如果你需要有人的见证来激励你，一定要来哦！不管你在线上或者是现场。也为儿童牧区儿童的礼拜，跟父母可以一起敬拜。在4月开始幼儿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一起来哦！也为儿童能够从小的有好的品格跟神相遇，我们更需要神来带领我们走入孩子跟这些家庭的人的心哦，求神来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为刚才所提的，以及我们自己预备自己来遇见神，来祷告。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这一位主日的主，主啊，是的，你要让我们放下这世上的一切，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今天，主，我们分别为圣，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来呼召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一个礼拜的开始，主啊，从你的话语，从你的家中，主啊，从你的祷告跟你的关系，我们再次领受，然后我们能够被你差遣出去。谢谢你，在这个教会你是头，主啊，我们有各种的肢体，主，你要我们能够彼此相顾，主啊，我们看别人比我们自己还要厉害，还要重要，主啊，我们要彼此来看顾，我们特别是同苦同欢乐。谢谢你，也要让我们用主你的话语，你的主导文教导的，我们一起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要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的大能作为赞美他，因他极其伟大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
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诗人用了好多的方法，就是要来赞美他。我们也要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跟随着诗人，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在旷野中来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渴想他，我们要来寻求他。旷野中的赞美。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渴慕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愿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让我们一起再来歌颂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渴慕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来见神的荣耀与能力，因为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让我们一起来歌颂他，来赞美他。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渴想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心切慕你。赞美他，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瞻仰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因你的慈爱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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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赞美他，来歌颂他。要歌颂你，我要歌颂你，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来赞美他的神。我们要歌颂他，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都归给他。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慈爱比生命中更好，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要来圣所中要来瞻仰你，因为你总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你看顾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你更赐我们在我们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需所用。你让我们衣食无缺，你让我们健康平安，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我们可以举手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恩，这是何等的福气。谢谢你总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每一位，看顾保守我们，
更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爱他。美的宝血为我而流，向你自己来唱，用这一首诗歌来思念我们的神。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神是如何的恩待我们，神是如何的带领我们。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谢谢主，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他，让我们的灵继续为神来敞开。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何等的长阔，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地的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来领受。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不论是生命或是我，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继续敞开，
继续将你的心灵敞开，圣灵要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继续来赞美他，来渴望他，来渴想他，来向我们主来唱歌说：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圣经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是的，神的灵吸引着我们来敬拜他，是神的灵吸引着我们来向他唱歌，来向他敞开。主，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圣经如此靠近，渴望我们能看见。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他从未离开我们。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我的安慰，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你是良善，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你是信实，一次又一次，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心靠你，你是良善，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祷告，称谢我们这位神。
说主上帝、天父上帝，你是信实，你是良善，你是美好的神，你是看顾我的神。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开你的口来赞美我们的天父。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信实，你又是良善，你也是公义的主，你是赏赐的主，你更是带领我们突破难关，带领我们经过那流泪谷的主。主，谢谢你，谢谢你总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总是看顾着我们。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凡有气息的都称谢你，因为我们一次一次的跌落，你一次一次的拯救，一次一次的扶持。无论是困境或是顺境，你的恩典总不离开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可能是困境，是病痛，是无助，是担忧，是恐惧，是害怕。天父，你都知道，你总是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护卫着我们，引导我们在人生的终局当中，即使是死亡，你依然让我们知道不是结束，而是进入到永恒的开始。谢谢主，今天早上的敬拜告诉我们，你是那创始成终，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一次一次的引导我们，即使是在忧伤、在患难、在跌落的时候，你依然看顾，依然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主，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拿走我们心中的心中的骄傲。若我们心中还有没有放下的，没有饶恕的，这时候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挪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神恩典的这些的障碍，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真理释放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宜兴的朋友洪雪燕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她来。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了哦。哈利路亚，请坐，请坐啊！你进入到一个会场，如果你是第一次哦，人家很热烈欢迎你，你会怎样？呀，很开心呢，对不对？哦。我们也真的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神的百姓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周报重点消息其他我们就自己来看哦。我们在5月7号会举行今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哦。我们全年会有几次知道吗？弟兄姐妹，1、3、5、7、9、11， 6次6次，每个单数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我们领受圣餐与主同桌，还有可以领受救恩的这样的机会哦。特别例外是可能在医院不方便临终的哦，但是趁着我们还可以自由行动，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机会？所以在要报名受洗的，在4月23前哦，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下主日会召开长执会请各单位预备好各部门的报告资料。若无法参加的请提前向牧师来请假。但是尽量不要请假，因为担任长执的1年才开几次所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我们4月2号啊举行清明追思礼拜哦。那欲追思的弟兄姐妹哦，那请到公布栏来登记啊，填写追思卡。如果过去已经填写了哦，就不需再填写。那我们会在清明时节的时候，依然教会还是会追思追念我们的亲人哦，但是不是祭拜，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拜什么，都在敬拜我们最大的祖先哦，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没有在拜祖先，每个礼拜都在敬拜我们生命的源头哦。那我们把这一些祖先交在最大祖先我们天父的手中哦，照顾的会比我们照顾的更好。好，所以追思的名单，请看第7到第8页，或者是公布栏。如果有遗漏的可以跟我们的同工来告知。我们这个礼拜2有领袖小组的总聚，请我们所有的区长、小组长、属灵家长一起来聚集在第7楼7楼。OK， 下一张。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自己来看。那相关的消息请各部门就预备来执行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来，我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诗篇9篇14节，再一次来。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诗篇9篇14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哦。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回应上帝的恩典哦。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次来宣告说：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无助，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信实公义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赏赐我们生命的气息，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你的供应，我们的好处一样都不缺，是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我们挑战当中，在我们病痛当中，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永不隔绝。谢谢你永远的爱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靠着主，你得着喜乐的心。如今我们得着这样丰盛的恩典，主，我们要按照你教导我们的，将你的福音广传。
主，我们如今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做你圣工的所用。愿你见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坐下前，彼此来坐。有主同在的人生结局总是美好，记得吗？有主同在的人生结局是美好，请坐。我们的结局，人生结局总是美好的，阿们。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这一位主他是美好的主。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一路上来到了以斯帖哦。以斯帖是一个波斯女子的名字，原来是一个孤儿哦。所以如果你比孤儿好运一点的，那么我们要感谢；如果你比孤儿还要惨的，一定要看这个以斯帖记，因为这一位主是可以帮助我们从那最惨的当中，让我们惨兮兮的当中会变成什么？笑嘻嘻哦。好，那我们要来看它的结局可以说是以斯帖记最后一个这个记载结局，那么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的人物的结局吗？好不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等一下你读过一次，你就会发现这是以斯帖记的最后的结局，最后一章。那么这个主角到底是以斯帖吗？为什么最后结局没有记载他？多妙啊！那么请问，把我们的以斯帖王后，美丽的王后，音乐牧师，你刚刚不是说吗？那个孤儿的小孩的女孩子，她不是被翻转了吗？为什么最后记上这一笔结局，美好的结局，没有以斯帖的名字？把它放在哪里呢？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由弟兄来读，因为竟然都是弟兄的名字，没有女性的名字在这里做最后的结局的记录哦，好不好？我们一起弟兄一起一口气读3节，来预备哦，请。亚哈水乳王强征王国沿海地带以及内陆地区的人民服劳役，他所有的丰功伟业，以及他提拔末底改的事，都记载在波斯和米底亚王的官方史录上。犹太人末底改的地位仅次于亚哈水乳王，深受犹太同胞的尊崇和爱戴，因为他为同胞争取福利，也为他们的子子孙孙谋求和平幸福。主创造男，创造女，特别用这一卷书，圣经里面有66卷书，只有2卷书用女性的名字，所以我们女性不能缺席的，我们是关键的少数哦。所以这一次，我邀请我们的女性，我们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弟兄，我们认真来听，来一起。亚哈水乳王强征王国沿海地带以及内陆地区的人民服劳役，他所有的丰功伟绩以及他提拔末底改的事，都记载在波斯和米底亚王的官方史录上。犹太人末底改的地位仅次于亚哈水乳王，深受犹大国的尊崇和爱戴，因为他为同胞争取福利，也为他们的子子孙孙谋求和平幸福。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在圣经上记载，不论我们做对做错，你都爱我们；不论我们是男是女，主你都在乎我们。何等的恩典！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原来我们该死的，但主你替我们死，以致我们如今可以坐立在这里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全人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特别是主，你用你的话语
你记载在以斯帖记的话语，到如今经过几千年，仍然对我们说话，仍然有效，仍然你要行神迹奇事，你要主动介入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相信你。你定义爱我们，因为你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你乃要人人都能够得救。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启示我们你的话，我们听了明白了，或者是我们不明白，但我们愿意说主啊，愿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一生都走在你蒙福的道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结局，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应该说上个礼拜六，我们经典赛棒球很精彩的，我们对上了什么？意大利，很紧张对吧？我正好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啊，我们的体适能的教练啊。他一边开车一边听我是很紧张，我很怕他踩错，你知道吗？是刹车或加油给他踩错。我们知道，竟然这位神在棒球上面也能够逆转胜，是吗？原来在那关键的时刻，主用他的儿子庄玉明吗？不是，差一点点，叫什么玉？张玉成啊！昨天我在淡江教会，我一直想这三个字，是庄玉明还是张玉成？因为张玉成跟庄玉明牧师一样，都曾经是跌到谷底的，像以斯帖我们一直读的一样，本来是已经被压到最底的，但他经历，他知道有一位神爱他，他愿意继续，即便昨天庄牧师说，他人生站在那个楼顶上要往下一跳，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竟然神用一只飞鸟从他前面把他飞过，然后他往后就倒，不是往前，因为他本来往前跳，一只飞鸟，他醒悟过来，他的人生开始走上追寻真理，追寻他人生为什么活着的结局。上个礼拜这个比赛很精彩，到最后真的是逆转胜，因为他有一支什么？本来输的，因为一支带几分的全垒打2分，因为我输几分，2分，至少我怎样打平啊？然后我还有机会什么？赢啊！最后真的是赢，但我们知道吗？赢了那一局，赢了那一场，是关键吗？不是，因为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在那个资格赛。为什么？我们之前那个输了太多分了，根本没有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结局跟比赛的最后的结局，是哪一局是很重要，对吧？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希望了，你已经上面那一场输太多分了，你已经知道我已经破产了，你已经知道我已经失去那个最关键的，请问下面我还要努力吗？我还有用吗？我这个人是还有用的吗？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关心棒球都知道，张育成这一次比赛有一个经典的动作，那个动作叫什么？什么原因要敬礼？对于他为什么要敬礼？因为他曾经被嘴呀，对吗？一开始人家说他是什么逃兵嘛，到最后怎样？升了几等啊？起码听说已经变国防部部长啊！好，爬得真快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局还没结束。即便经典赛我们已经没有资格，但局还没有结束，因为有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结局在哪里？
恐怕是很重要。你看的结局跟这位神看的结局那个时间点，恐怕是很重要。如果我们错估了，我们常常都在危机中。应验牧师刚才在会前祷告有说，感谢神让我们在危机处理的时候，军中最重要的几个步骤，当我们危机处理的时候，那个步骤就是2安。先解决什么？安身安心。你现在是在危机当中吗？如果我们这一局正是像张玉成遇到，那就输能昏啊。当我站在那个垒包，我要挥还是不挥？我要怎么样子面对这一球？人生打过来的这一球，我怎么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恐怕我们的心理状态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危机吗？以斯帖记，我们一路读来，看到不只是他个人的危机，他在小时候的危机，父母双亡，幸好有堂哥养他。然后呢，不能说他是谁，因为到处都有反犹太人。我们看到最后普珥日就知道，那反犹太人的那个激烈非常激烈，所以他需要先2安，安身安心。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要怎样？2解。当我危机的时候，记住这个步骤，因为我已经送到加护，我已经送到急诊室，先不要管我就是怎么样的，今天变成这样，先止血，所以我安身安意。然后呢，2解，我要了解，我要疏解我的情绪。今天这个处境，我这个心情，我这个人家对我的方式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今天我如果是一个寄居人家的篱下，没有国家的人，像以斯帖末底改一样，那么不正常情况的正常情况就是此时我没有国。那么我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什么？我这时候我应该是怎么样子？而人选择好像不提神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太多的苛责。末底改他这时候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是犹太人，也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正在不方便生病当中，当我要走过去的时候，有人坐在那边。昨天晚上我正在回弟兄姐妹的话，忠贤哥从我前面过，我没有意识到，我太专心了。然后他在我面前走过去以后，他回头说：“你哪在底下？”不，我被这一对，因为我坐在那里，让他不方便走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你最亲的爱人这样讲，你心里会怎样？这阮兜呢，我想袂使坐一架。你今日破病，你无方便，你的病我较大，你就可以骂我吗？是吧？我感谢神，为什么？忠贤哥终回来了。他以前很会大声，有1年多都没有大声，今晚终于正常啊！我会讲你哪在底家，而且讲得很清楚，我听得懂。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我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快好了，快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2解，有安身安心。那么我们就要疏解情绪，我们就要了解这是不正常情况下的正常情况，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疏解。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2预，我们会预测跟预备。预测预备什么？预测预备，即便我面临的现在的苦难很难，但我们一会过去。所以我们只要仰望，我们这个人不管在多黑暗，我们就是仰望跟盼望这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第几局很重要，请千万不要把那个印象说现在忠贤哥就是要拿个拐杖不方便要人扶，然后他以后都是这样。不，应验牧师要说，他有一天要放下拐杖，有一天他自己走路，有一天他还要回到我们当中，还是要做牧师娘。阿们。因为这不是结局啊，这个是第几局，是问题中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目前是第几局呢？
今天的经文是最后记载着亚哈随鲁王，他丰功伟绩。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他有够厉害。如果你去查我们的历史，真的，他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这个国力国势强大啦。但我们知道吗？他曾经怎样？曾经要被暗杀，但是谁救了他？我们看看，复习一下，谁知道？然后就去报末底改嘛，以至于到这个中经第6章很关键的，他失眠那一刻想起来，末底改曾经救他，因为他知道有人要暗杀他，然后去通报，救了他一命。结果他竟然没有犒赏他。然后末底改一直都，我做了这么好的事，你没有犒赏我，他也忍着，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委屈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那个关卡的时候，请先不要放弃，因为结局还没到，因为这不知道第几局而已啦，还没啦。一样的，亚哈随鲁王今天记载在这个历史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其实也有相关的交叉的经文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亚哈随鲁王再厉害，他影响力有多大？他最后是什么？人生最后他是怎么讲白一点，他怎么死的？他还是被暗杀的，而且几年？没几年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金价太小，好不好？我们随着这位神，他总是会把我们举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高举来敬拜这位神？因为这一位神，他会把我们举高到一个高度，甚至于他让我们看见。那要给我们看，而那些他不给我们看见的，神绝对不会让你看见。因为如果知道你已经没有盼望，如果知道你的结局是这样子，不好意思，你绝对不会想要运动。就像钟贤哥以前20几年，每天早上去运动，晚上去游泳，早上去运动，晚上游泳，后来又加上还要慢跑。如果他知道有一天他67岁，他要脑溢血的话，请问他还会每天这样运动吗？还是会运动？我上面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他现在复健的时候，那复健医师说：“哇，他的肌肉结构很好啊，有练过的足以让他在复健的时候有很好的基础。如果你等到你中风才要练肌肉，拍谁？不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未来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当然，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他是慈爱，他是美好的。刚才我们读的很多经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重要的原因，而重要原因是为了爱我们。你要相信，如果你相信是爱，而不是妨碍的爱，那么我们就会勇往直前。我们的末底改先生也是哈，最后的说：“哇，他受爱戴呀，他的影响有多大？以他那个时候真的很大。他被高举的时候，你看王失眠，然后想起竟然末底改曾救他，竟然没有奖赏他，就把他抬举起来，甚至于在一瞬之间，把那个傲慢的哈曼想要害末底改，甚至末底改一家族加这个民族的人，一下子一瞬间，他的结局就是看破得。那时候看破得就是死刑啊，就一瞬间。然后末底改本来那不正常的情况的正常情况呢，他就是默默的，我在这里生活就很好。我在这个巴比伦波斯就很好，我才不要跟他们回去圣地重盖圣殿，我没有要回去，我在这里多好啊！因为我不知道回去会怎样，我在这里在宫中的前面还有个位置，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当官的意思。他还可以在那边当官，然后他还可以。所以我们看到末底改其实慢慢他的信心的旅程，到最后
当他得罪一个人哈曼，哈曼要他死，然后整个民族陪着他死，要灭族他们的时候，末底改知道，我这个时候没有神，我真的不行了。于是他起来呼吁，起来请他的养女后来被选为宫中的皇后，一起我们来禁食，我们禁食。圣经里面绝对没有讲祷告2个字，但他只有讲禁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禁食祷告呢？因为这个是有暗号、有密码。讲禁食，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暗号，就是我们的信仰中，犹太人信仰中的禁食祷告。好，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怎么都没有上帝的名字，把上帝放哪里去？上帝是没有用吗？这个时候在寄居人家底下，连上帝的名都不能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看经文的话，其中有一个哈曼的太太，她有一天很难过回去，她看到说，她竟然今天抬举了这一个牵着马，说这是王所爱的。她回去很气的时候，她的太太跟她的好朋友竟然说一句话，什么？哦，这个末底改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哇，这个麻烦了。他不是说嘛，这是我翻译的啦。他赢定了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犹太人犹大这个字代表着是什么？上帝的名，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那时候会有一个暗码，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在对岸家教会，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暗码的。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暗码，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请你找我们的区长、小组长、牧长，请你好好看这本圣经。神在你生命中，即便你生命当中全部没有上帝的名，即便你的家族里面全部是看得见的要拜拜的这些偶像，你很怀疑，我在那样环境中，我遇到最大的祸患，我最大的悲伤。因为牧师曾经带领一个姐妹受洗之后，她是现在举足轻重，在商业界这种很重要集团的老板。她信主之后，神带领她走过童年，她痛哭，因为牧师跟她讲，她还没信主之前，她还没相信之前，神已经先爱她，先拣选她，与她同在，但是她哭，而且靠不起来。为什么那时候我6岁的时候被我最至亲的亲人性侵？以前他完全忘记，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信主之后，真的灵魂苏醒。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时候神在哪里？当然走过一段的疗伤，走过一段疗伤，感谢主，现在他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可以发挥他的影响力，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幼小幼儿。他也勇敢回去跟他那个至亲，虽然他已经80几岁了，他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我小时候你对我做的事情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爱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没有让我们想起，很奇妙，他竟然都完全忘记了。等到他信主想起了，但神是要医治他。我们要回到讲说，以斯帖呢，竟然他这么有智慧的，没有记上一笔，谁纪念他？我相信很多人跟女性跟我一样哈，男人背后总是有那个默默的女人，是吗？哈，那个佳宇老师，他只能透过他的钢琴哈。因为牧师呢，还有更多的人，他没有，我还有麦克风啊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纪念，即便在最后的结局里面没有以斯帖的名字，但是神让以斯帖这个名字竟然是一卷书的名字所以你如果知道圣经是怎么来，你会更知道这个神迹启示。
谁纪念很重要。如果你只为我们的主来做，很重要。即便我们可能跟末底改一样，名字很微小的，即便我们跟以斯帖这个名字是波斯的名字，是黑暗中的发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白天你绝对看不出来那个光，越是黑暗一点点光，越是黑暗一点点以斯帖，帮助以斯帖在那个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在那没有神的名的时候，都能够使他亮起来的。那我们呢？我们更是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重点在我们愿不愿意追寻这个问题中的问题是什么？第几局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现在第几局吗？如果人生是一个棒球，你现在是已经过半吗？已经第6局、第7局吗？我想我们重点是现在我们要从我们的结局来开始追寻这个答案。你会说，不论第几局，此时此刻，我如果能够透视金钱、名誉这些权势的价值，不是价格哦，它可能价格很高，但它价值很……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中，它怎么记载？说这个王亚哈水鲁王，他是使人进贡，其实意思就是他怎样逼迫人家服役啦。一个不义的人啊，但神用一个不义的人，权势那个丰功有危机的另外一面叫做什么？好大喜功啊！所以我们看历史要好好看，因为我们要看这历史谁写的啊，对吧？谁写的很重要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奉心，我们的结局，我们的历史谁写？刚刚已经讲了，是我们的主写，我们的主纪念，这个才是重要。我们的价值放在神眼中，我们能不能透视？如果我们能看透，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正视一件事，好好的看它，就是民主存亡，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谓的很有意思，我们的台湾意识，还是你到底是什么意识？只要是神的意思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能活下来的人，感谢神，但我们在主的应许，我们有永恒生命的人死掉，那会更棒。这是我一位提醒我的牧师说的。他说：“基督徒活着真好，但死了更棒。”怎么说？因为我们死了是到神那里，我们有一个盼望在神那里。所以我们现在所做、所思、所想的，我们真的是要使人和平，要使人安全。什么是和平呢？就是我们要使人跟神，我们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之后，我们跟自己可以和好。我们常常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放过自己，以致我们跟别人没有办法和好。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危机的处理当中，安身安心，什么？二解、疏解跟了解，我现在到底第几局？我此时此刻，我的眼光要放在哪里？我透视什么？我要正视的是什么？我重视的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预测跟预备。二预，我预测的就会越准，我预备的就会越齐全。那么我们第几局，其实重要的是我们的结局，如果在于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他给我们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不是只有爱而已，
爱就是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它有重要的原因，所以发生在我身上是爱我。OK， 没问题。但你只是爱我，你只是陪伴我，当然就跟我朋友一样啊，只能听一听我而已啊。那我能怎么样？我能够越过吗？我能够被拯救吗？有，这位神就是可以。他不只是慈爱，他不只是公义，他不只是信实，说到做到，因为他有全能。我们做父母都还没办法。我说我希望我能陪你长大，因为牧师最近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我希望我能陪你长大，他小孩才5岁，他应许他，但癌症末期，日子在倒数中，堆心肝。为什么我对小孩的应许，说好的幸福，说好的你结婚长大我要牵你，从后面红毯走到前面来，我办不到。对，因为牧师只能说我们无能，我们对生命真的无能。那么这位神说，我让你来靠，你愿不愿意？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面对，而我们怎么样去想。跟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如果我们是被神呼召的人，我们就会得益处，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即便现在是危机，你会知道神是会让你转机的。即便我们今天是已经转变过来了，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再被转走？会呀。末底改当宰相几年？刚才没有讲到哈。亲爱弟兄姐妹，马不顾哦，是吧？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注视到那个结局，我们看那个结局，我们可以活现今。我们注视那个结局，我们的结局绝对是 happy ending 的。我们的结局一定是从此跟着我们的主幸福快乐，阿们吗？如果我们的结局放在神的眼光，我们的主，当我们身体衰弱，当我们结束这生命，我们是永活的生命，跟神在一起，我们好的无比，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愿不愿意此时就相信信靠这一位永活的神呢？他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创始成终，因为只有他能够在那终点成就一切，不会像我们父母，我们开了很多不是说空白支票，我们开了很多支票应许给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真的有心也不一定做得到了。好吧，我们就活出那复活的盼望，我们才有一个 happy ending。那么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遇到了危机，我们怎么样恶安，我们怎么样恶解，我们怎么样恶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结局在于你。主啊，我们常常错把人生的那个每一次，我们觉得很关键，每一次我们觉得很重要，每一次我们都觉得这个我非得到不可，每一次我都觉得这个我不能失去。主啊，你有你的眼光，愿我们的眼光跟你一样。主啊，我们的结局就在于你。主啊，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你。谢谢你再一次建立我们的心，再一次调整我们的高度，使我们看见那盼望，让我们领受你的爱，以致我们有信心走过目前的危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要来唱这一首。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就是叫我们跟随他，神迹会如此的靠近哦。我们的父呼召你儿女跟随，神迹如此靠近。
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个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你的安慰，一定有一次的跌落，没有一次不被你所拯救。你看顾我，落下的每一滴眼泪，没有一滴不被天父存留。我的安慰，你是信实，从未离开我身边。天父，我信靠你，你是良善，吸引我到你面前。天父，我敬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音乐牧师邀请您，现在就信靠在这位主。信靠就是靠上去，信靠就是我匍匐在你的怀里，信靠就是主啊，我把我自己带到你面前，好不好？音乐牧师邀请你，如果你愿意，你现在有需要主让你靠的，你真的没有靠山的，而你想靠这位靠得住的主的，音乐牧师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就像你自己，这个手就是你自己，你愿意靠到上帝的面前，你愿意举起你自己的手，你的双手，说主啊，主啊，主啊，我真的没办法了，主啊，我的办法只有举起我的双手。主啊，我只有举起我的双手，说主啊，我来仰望你，主啊，我来靠着你，因为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的办法，主，你是我的办法，你是我的盼望。他是靠得住的，他是靠得住的，因为他是信实，他是慈爱，他是全能，所以他靠得住，他愿意接住你，他愿意拯救你，拯救你到底，还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走恢复的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走向那个 happy ending 那个结局，好不好？音乐牧师邀请你，你举起你的双手，举起你的双手来敬拜这位神，举起你的双手来信靠这位神。如果你连举手都不愿意，原来求他都不愿意，我们的主仍然要帮助你，仍然爱你，但是很可惜，好不好？我们领受神的帮助，举起你的手，让神来拉拔你，让神来救拔你，让神来成为你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看见，主啊，你看见在这里每一个有呼吸有气息的，每一个举起我们双手来。主啊，我们就是来呼喊你。主，我们说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救我，救我，救我，主救我。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是创始成终，因为我们信心来自于你，最后也是主你带领我们走在那终点，不是我们有信心，是主你是信实，你必定带领我们到那 happy 的ending里。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恩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关心的家人跟朋友。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的爱，
使你们得到完全的医治，使你们跟神和好，跟自己跟人和好。你们生命中的支持，有主支持就够了。他带领你们，引领你们走过前面每一个关卡，关关难过，关关过，要直奔神给我们那 happy 的ending。圣灵成为保惠师，保护保守我们，使我们有他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哦，歌颂我们的主。我在伸缩中，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见你的荣耀与能力，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在你的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圣所中要赞扬你，见你荣耀与能力，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互道平安。